对咧，阿家的脚步来去高雄电影节，台语有影得一出，插到履历真内底 XR 部分环境影片用科技方式播，高雄拍假国际电影拢伫文化小放盘。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家。敢有看到我手头这本册？哦，非常的高，袂煞教科书共款哦。这就是今年高雄电影节的节目专刊，非常有诚意。今日节目当中嘛邀请到两位非常有分量的特别来宾，咱来甲邀请一下。嗨，大家好，大家好啊！观众你好，导演你好。好，欢迎来到文化小饭盘哦。好，了，坐伫我倒手边这位特别来宾呢，就是来自高雄电影馆馆长，嘛是这次高雄电影节的影展总监黄浩杰，黄馆长你好。大家好，我是高雄电影节影展总监黄浩杰。耶。了，第二位特别来宾其实甲有小可连接咯。了，这特别来宾，伊是来自台语台上新的电视电影《军职人员》的导演王柏聪黄导演。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全职人员的导演柏聪。对，都有讲到连接咯，有啥物连接呢？这个连接就是因为我知影导演过去4当伫迄个台南有读册嘛，伫昆山科技大学。了，昆山科技大学伫大湾这个所在。其实我当初嘛有帮大湾写歌啦。对，然后私底下甲伊看卖有啥物迄个美食的交流安尼。好。了，其实今日文化小放盘要带大家来去了解台湾3大亚电之高雄电影节到底有偌济好看的电影来看 VCR。今年一届的高雄电影节10月14就要开始啊！今年电影节用俄乌潮做主题，什么是俄乌潮呢？刚好乌俄战争啊，震惊看到迄新闻的画面就要恐怖，我想讲会使做个反战的电影。啊，反战的经典电影内底，足侪人类对1次世界大战以后，足侪人来反省讲啊，震惊对人类的迫害足大的，所以我就做足侪反战的经典电影。因为今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让7.0有这个想法，伊透过演过经典的电影，让电影迷去思考独裁政权的危险，呼吁大家做伙为自由出声。我感觉讲，这会使对人类的政府这种霸道的政权会使有一点反省。所以我用这1984的名著甲第5号屠宰场来互大家个一个反省的机会。这出电影叫做《暗夜乌克兰》，这是自集乌克兰各地影像工作者，尤其记录俄俄战争的第一场影像。高雄电影节嘛特别规划乌克兰导演玛丽娜·埃尔戈巴尔的影人专题，内底有这位导演的4部影片。除了用俄乌潮做主题电影，高雄电影节也阁有法斯宾达、国际视通、囡仔幻想国等等。而且高雄电影节阁和公司台语台合作，献出今年台语有影的4大电影。台语台最近拢来高雄是台啊，我是讲台语有影是足侪厉害的导演，像叶天伦啊，个高雄当地的导演黄伯昌，因拍遮台语片。较早以前咱较少看到遐侪拢用台语来讲的剧情的长片，这是真好的机会。叶天伦的《阿波罗男孩》嘛是亚展的双闭幕片之一，也阁有《军职人员》、《阿嬷》和《天意》第2号3大台语电影，公司台语台、年度电视电影，绝对要互高雄的影迷看有够开。欢迎来高雄电影节做伙看电影。嗨，今日高雄电影节来到了台语台，一定爱等一个单元开始。这个单元叫做台语有影，了这个部分我就想问一下阮的观众吼。了，为什么台语有影？台语有影内底有一出戏叫做《阿波罗男孩》。这个为什么伊会是这出迄个高雄市电影节的迄个闭幕片之一呢？因为我看到《阿波罗男孩》是叶天伦伊拍台语片以来，较早是娱乐片嘛。是。第一个对自闭症的囡仔就有兴趣的，所以伊找巫建和来翕这有一个动作就迟缓啊，讲嘛就迟缓的。那像啊，咱最近就红的韩剧，非常律师与英语共款。但是伊爱的毋是鲸鱼，伊爱的是太空。伊爱种阿波罗的星球啊，倒配如流啊。但是
这家庭内底妈妈就溺爱这囡仔，因为自闭症的囡仔爱照顾嘛，叫伊忽略掉伊的姐姐，嘿，这家庭就跟伊失和，就是因姐姐就离家出走，嘿，有一届因妈妈受伤了后，来个大。其实对我来讲，家庭这命题是足大的，对我来讲，你看这几年了后，第一届有人对这种自闭症的囡仔有一个全新的诠释，尤其个把太空题材甲自闭症结合在一起，我是感觉讲足新鲜的嘛，就感觉会使介绍给高雄的观众。哦，了解了解。我都想讲，阿波男孩内底讲的是太空啦。对。对，伊刚有教这道的迄个元宇宙啊，二宇宙啊。二度主题甲二宇宙。对。有关联，应该是。哦，嘛是有感觉讲关联，因为我当初看到伊戴太空帽嘛，有甲伊的这批开讲讲，恁即个主视觉甲阮的太空帽嘛，就同款的。哦对。内底抬头的伊人那是根本是一模一样。对，我的形象上就接近的所在啦。哦，了解。像迄个阿波的男孩内底的主角叫做巫建和嘛。对。巫建和，这嘛是我非常介意的一个迄个演员啊。因为过去有演迄个《灿烂时光》。啊，佮有演迄个真侪啦，就是有的导演，有的导演连影片我拢会看，对。啊，为着讲到介意的演员，其实金志玲员，金志玲员即个电影内底演员嘛是非常厉害啦。有迄个咱的迄个黄登辉，啊，甲迄个蓝伟华嘛，对。啊了，因为我想要先探讨迄个导演的心情，就是因为明仔10月15号，就是金志玲员的首映。是，伫高雄电影节内底，我想要问看下迄个黄导演的你的心情到底是啥物？这是足特别的心情，因为我的第一片啊，我有参加过迄个高雄电影节短片的部分洛基的视线是伫洛基的视线高雄首映的时阵我囡仔伊刚出世，足准的，就变迄刚出来。后另外一天就去台北台北映有 Q&A 的时间嘛观众问问题嘛，问什么问题我拢唔知啊，因为迄天我拢无困，所以特别紧张啦。对，所以讲参加这个高雄电影节对我来讲是对我个人是就很特别，是一个人生很特别的生命经验啦。尤其讲头一摆挑战这个长片长片也是不一样的领域所以也是非常紧张就紧张安尼。我相信这一定是足紧张，因为我知影这是迄个导演的第一出长片啦。对。啊了，我想要知影讲，为什么金志玲园内底？你要用北郡这个主题作为你第一出长片的主题啦？是，我是高雄出世的，所以阮家有一个纪集馆，对，中正纪集馆。只讲即摆已经改名，改成变做莲雅反正它就是推广运动的一个馆，活化的馆我会记我足细汉时阵伫内底看过人博胜球的比赛。有这个印象后来高中的时候，阮爸就带我去屏东遐去做生理我就是屏东读高中甲国中国中的时候有迄个同学是参加迄个博胜球队的迄个时阵佫有做能力分班分足开的，真正分足开的因伫一栋，我伫另外一栋毋过你嘛会好现你拢看会到因咧训练就有印象就是讲屏东的迄个夏天热，高雄嘛是，南部拢安尼我有看因走迄个400公尺的跑道练习的，咧练习穿迄个雨袜呢走毋知走几年，真正毋知走几年迄个时阵足大颗的，即马嘛足大颗啦，就难死的啦。我体育课坐伫边仔咧看，一直看，我会想讲，已经遮尔瘦已经遮尔忝为什么搁爱安尼甲家己安尼逼？
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疑问啦。后来，我18岁的时阵，我去做职业军人，职业军人，我就有一点代入感。这甲新兵训练有相关的那种经验啊，就是讲，对，你要变一个战士，你要把你的心里面打掉，重新再建构。各行各业应该都有这样子的，对，但是其实这个体育这个你说拳击手体育生，我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发展第一片。第一片的部分是选手的部分，伫迄个时阵嘛做足侪田调，迄个时阵累积的物件，全部搁导入，做一个浸泡。对，来为迄个教练的视角，安尼来发展成长片这样。非常的无简单。但是我这次我阁有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啥会找到黄登辉甲蓝伟华？是。黄登辉是一个制片监制郑贤伊建议的迄个时阵我本地的想法是讲我想要找一个伊真正会晓拍我喜欢用素人的演员，我认为他那个技术就是说那个技术美感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把它练起来的。你拍出来滚是有烂的，老实讲，对，所以我嘛是就好很讲，登辉敢有法度，你有看伊练手把那郑贤讲无论如何，讲试看卖嘛，先记一个面，看卖，头一天见面的约伫迄个体育馆，请一个迄个博信谷的迄个教练，伊就真正开始练。我无讲话我看也当他可以多投入啦，我再来做决定。对一来也就像我们节目上看到的实境节目人来的随上工我叫伊做啥，伊就做，毋是我叫伊做啥。毋是我叫伊做啥，是伊个教练叫伊做啥，伊就练啥安尼。我就觉得是有机会，安尼就决定是登辉。伟华的部分嘛，其实嘛是一个制作人郑贤介绍因为讲这个教练哥哥伊较早是国手，有一个。因为他上过世界的擂台所以他有一个脾气在，那个气场要非常强。所以讲有推荐伟华，认为讲伟华有这个爆发力所以我就去看，进前是无看过伊的表演我就去搜寻，我感觉真正是足厉害就选择是伊伫这个过程内底，我甲因两个我感觉因是就投入，很认真练习的练习，然后做功课的做功课，这样子。哇，非常的厉害！我嘛实在是足期待这个军职人员导演的军职人员因为咱的我嘛是非常介意。对，黄登辉，我感觉因嘛是演啥就是形象。对，所以我感觉这两个专业的演员伫迄个导演的迄个军职人员内底，绝对这出戏绝对一定是票房收out啦，人讲的收out对。了第二个，有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今年有一个年度主题，叫做恶宇宙就是阮的迄个这个专刊顶管啦，恶宇宙。了我想问一下观众，为什么今年叫恶宇宙？伊内底的特色是啥物？其实叫恶宇宙伊个时间刚好是2月啦。2月拄好是咧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嘛，战争时我就感觉讲，台湾对俄罗斯甲乌克兰较关注力是因为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嘛，有个对照。我是讲，阮来做一个反战的经典的回顾。我较早看战争的片，其实拢会想讲，因为我金门人，我伫咧金门是。战争的所在，所以我的感受搁较深刻。是一定。但是我想讲，战争的片大家去看足多了嘛，想讲较
所以较另类。比如说我做科幻片，像咧《星舰战将》，是伫咧外太空拍战争。所以二宇宙就是安尼来的吗？一开始是因为《星舰战将》，因为介意的关系。对，啊，就讲是因为来做做科幻的，然后嘛有做上全世界第一支反战电影，叫做《我控诉》，是1913年100年前拍的默片。哇！啊，但是这法国的导演是一个大师，伊都真正找2000个参加过1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舰艇啊，对，真正去拍战争片。好是。啊，但是最厉害的是讲，伊战争了，人死了，伊就变成骷髅。内底有一个最画面就是骷髅会开始跳舞。哦。伫咧教堂内底啊，有用谍影的方式讲，人死了后，战争了后变成骷髅之后，对这因的家人就是要烤啊。所以伊就是用这种有点魔幻写实的感觉，去拍战争的反战电影，叫做《我控诉》。啊，《我控诉》其实伊去控诉1次世界大战，结果拍完了后，叫2次世界大战那个出来啊，所以这反战电影是真种反讽啦。哦是。哇，所以今年的亲像伊内底有一出，就是拄条 DVC 内底嘛有看到咧《暗夜乌克兰》。哦对。暗夜乌克兰这出应该嘛是因为这个关系，啊去修理伫这个二宇宙的这个年代主题内底。对。啊了，其实我拄则嘛有伫这个阶段有了解到，像导演的迄个全职人员，着军职人员，啊，佮有阿波罗男孩，佮有今年年度的迄个主题叫二宇宙啦。对。啊了，阮小等一下，佮来继续讲其他的电影。对。现属是要来甲时间交互咱的艺文汉诗批，汉诗批内底会介绍究竟这台湾有啥物艺文的精彩消息，啊，来我甲时间交阿辉。来高雄参加电影节，就一定爱来其他所在行行咧。像我即马就伫咧高雄上有人气的文化景点博艺艺术地区。啊，要安怎来咧？像我拄则共款坐轻铁来就会使啊。啊，若要坐坐稳嘛是会使。家己开车，这附近嘛有停车场就里边呢。博艺遮有3大仓库群，有台用、台语甲方来各共25间仓库，各有特色，是连在地人拢介意来的所在。博艺艺术地区的前身其实是高雄港的仓库，伫咧1973年的时阵起好的。当时是放一寡鱼粉啊、糖啊等等的物件。后来因为产业的转变，这个所在就慢慢啊延迟落来。后尾有一站是互人放袂记哩，一直到2000年是高雄市政府为着要找出办国庆宴会的所在，这个所在才个豆豆啊，互人想起来。后来有一群正热心的艺文人士，伫咧2001年的时阵，成立博艺艺术发展协会，甲这规划做一个开放的艺术空间。沙洞博艺正做是南部人文艺术发展的基地，要用艺文甲世界相连。即马这个古仓库嘛改头换面，正做是艺术家创造的天堂，啊嘛见证高雄港伊的繁荣、稀微再生甲转型。欢迎回来文化小放盘，今日讲的是高雄电影节。今年高雄电影节有足侪好看的电影哦，今年总共有200几部电影啦。啊了，我来看一下 VCR， 看今年佫有啥物其他的好看的电影哦。高雄电影节的上开幕片之一，就是今年上轰动的《流马沟15号》。这出电影用白色恐怖做背景，演出迄当阵，互人压起热岛思想再教育的女性政治犯。周美玲导演甲吴佩珍、连如涵4个文姐的实力演员，演出迄段袂当放袂记的历史。流马沟15号是台湾第一支对绿岛白色恐怖查某囡仔伫咧遐做白色恐怖的罪犯。啊，因伫遐集体生活的所在，有的主是跳舞啊，有的是爱读册，叫去用登录做个政治犯。啊，这是台湾足少人去记录讲，查某人伫个白色恐怖内底是受的迫害是安怎？
我是感觉一个就特别的观点了。这就是以前我们说过要一起住的那种房子啊！努力那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了。公共电视上新的科技幻想系列，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内底，地文同导演的美好134，展现未来的世界。若是翁仔某长期稳固关系，对婚姻会有啥物影响？主要134就是讲一生一世嘛，就是讲婚姻内底足侪夫妻之间相处的问题足大的，啊用科幻片的模式，讲未来伫个夫妻伊也是要争吵时阵有啥物科幻的方面来解决这问题。其实这问题甲科幻的关系是较薄弱，应该是讲人夫妻之间永远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啊，这问题郑文堂在拍就好，尤其内底有蓝伟华、李信，这两个足厉害演员做夫妻内底有足侪咱足感动的所在。除了双开部片是全世界头一届放送，高雄电影节上引起注意的，就是高雄拍计划。这是高雄市电影馆长期协助台湾底片的创作计划。高雄拍计划望透过影片创作，鼓励台湾的新导演勇敢创作，完成梦想。这种鼓励少年人热情拍电影精神，是高雄电影节坚持，嘛表现伫咧国际底片的比赛内底。咧有一部片叫做《流浪球桌》，嘿，这部片是来自于迄个科索沃这个国家。推荐这部片的原因就是讲，伊是两个教练是国家级的，带着因的校员，带着因的这个选手，世界去走总去找讲什么所在适合因训练。但是因为科索沃这个国家就是政府介无介支持，所以变成讲因透过民间的力量，透过这个教练家己的想法。甲即个真甲台湾的处境嘛，介相的即个体育的即个主题，用无透过台词，透过即个影像的即个手法，就甲伊呈现出来。对于长片观摩到底片比赛，高雄电影节有真多元的影片。强调影展不是干那艺术片的展览，是全体市民会当参与的电影嘉年华。对于今仔日开始，小连续17天，大家做伙来高雄电影节看电影。今年的双开幕片真正足厉害吼，就是阮今年就是双开幕片有一出是迄个《尾号134》，还有一出就是我非常期待的。罗马狗10号，有人讲罗马狗啦，有人讲老马狗啦，对。安尼我想要请观众就是来帮阮介绍一下迄个老马狗10号内底的迄个内容到底是啥物？老马狗是伫咧绿岛内底有一个绿岛，人讲火烧岛。哦，火烧岛。对。火烧岛一群查某囡仔，足少年的，17、18岁就归去绿岛的监狱内底。对。但是伊是思想犯。1950年就做这种白色恐怖嘛，是。你写可能写一个批，有一个海报，跳一个舞，是。就去关起遐，甚至个人会甲陷害啦。陷害。对，就囥迄个批啊，囥一寡册，囥伫你的桌顶，你就囥了啊。伊其实伊是改编一个流氓狗10号是一本册嘛，是。叫80几岁阿嬷，可能少年时阵安尼关的。啊，对。伊找连玉涵、茶金的女主角来演，是。类似。蔡瑞月舞蹈已经伊较早来关遐几3年。哦，是。嘿，另外于佩珍就是少年女高中生。是。嘿，嘛是因为册的关系，伊嘛去关咧。哦，对。嘿，还有徐丽文，客家台最厉害的演员。哦，是。嘿，伊去用诬陷是共产党。哦。你知去用诬陷叫做共产党甲匪谍，其实罪名是足大。足大。关就1-2十档。对。嘿，所以我感觉这部片对台湾来讲，一个转型正义足重要的片。我感觉讲，足适合高雄电影节来今年来做开幕片。哦，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开幕片内底，和开幕片内底是老毛狗10号，是我真正非常期待。但是我拄则咧甲两位来宾来开讲的时候，我知影，票已经卖完了嘛？对，卖完。真正是哦，想要看佫看袂到。秒杀。想要看都看袂到。佫网络攻击啊，佫买无票。佫有网络攻击，佫买无票，就是因为买无票，所以靠网络攻击。我唔知。同时发生。哦，我应该去做一下合适咯。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有创作这个
罗马九号诶，即个议题，就是当初过去伫1956年的时阵，迄个丁窈窕甲徐水环，哦，即两个迄个女性的受害者来去火烧岛。啊，了我嘛是以一个查甫囝的角度去概率，就是做一个因为我毋知影去。徛恁的心情落去看即个因的心态到底是啥物啊？我一定是我是调查做者资料，甚至我甚至有去看迄个台南女中内底迄个丁窈窕树，嘿，丁窈窕树，迄个金龟树，对，我甚至我去现场去感受一下，然后甲变成我照我嘅青春。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查甫囝，你个导演甲观众拢是查甫囝，恁要安用查甫囝的即个角度去看即个老毛狗15号？我是感觉讲女性是较弱势啊，是，尤其你伫监狱这所在更加的弱势。是，一定是。你要什么资源，或是讲你有身体上的迫害嘛有？哦对。嘿，我是感觉对查甫囡仔来看这片，你会感觉讲，你想象讲恁某，你的查某囡仔会惊，你也是真正送去遐少年，你感觉应该感觉足痛苦，因为你感觉你好好一个人，去互伊变这监狱犯。我是感觉讲，迄压迫是咧心内底，精神上的破坏可能较严重。嘿，啊，尤其是因绿岛是火烧岛是搁台湾是分隔足远的啊。对，你是完全无。你完全无去探监拢袂使咧。对啊，完全无法度。系啊。对，像伊个丁窈窕内底有一个主角叫丁窈窕啦，应该就是咧象征丁窈窕这个角色啦。丁窈窕其实伊有真侪故事，其拢会互人有印象，就是亲像伊甲因查某囝离开。对，伊就是伊要去用要去用庆关的时阵，啊伊查某囝讲妈妈，伊妈妈毋是歹人，到这真正是啊会使人起鸡我皮，就是看这你真正会目眶红红。老巴师。所以我感觉希望会当大家去看老毛狗15号的时阵，迄卫生纸，卫生纸有可能爱真正爱炸一个。对。啊，亲像迄个导演，你最近其实有关注。关注到迄个死刑犯的即个议题啦吼，其实死刑犯甲迄个即个老毛狗15号内底确实有小可关联，因为其实拢是有可能拢是冤狱，人讲的冤狱啦。对，我想要用即个你个导演你的长期才收集这资料去解说讲，你对死刑犯甲老毛狗15号有啥物连结啊？是，对我来讲吼，我有我先讲，就是讲我有去迄个台南有一个谢志宏，迄个冤狱是的这个纪录片，我伫这个议题内底我一个体会就是讲啊，阮影像艺术学艺术是比较唯心啦，唯心那我们有感觉我感觉你。有啥物物件，你就有啥物物件。基本上电影，看电影，我看恁两个人暧昧，我感觉恁两个人做伙，恁两个人就是做伙，这是唯心啦。毋过法律来讲伊最重要的维护佮无罪推定。你有啥物证据你就是安怎判对你思想归思想，思想归思想，可是他本来就是有这样言论的自由而且他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那这件事情一般都是爱受人批评尤其是最近比较有这个转型正义的议题有开始在社会发酵跟酝酿，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在未来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国民法官，对他以后审的都是10年以上的重罪都是很重的罪，他一定是在这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议题性，可能就是迄种比如讲迄个铁路杀警迄种还是迄个最近的杀警，过去的郑捷，对那以后国民法官实行之后我们都有机会去审判，对，那你有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客观去做这一件事情卖好一个
背后看不见的那个力量把你控制住了，我觉得是一个一个大的议题。其实这现出事嘛是搁会发生嘛，对，这甲过去其实这个戒严时期内底，这嘛是拢是共款的，对啊，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无时间的限制，无时间规定，这完全已经无啊，对，其实即马嘛是搁会发生这个代志啊，对。好，啊了最近其实迄个相比开幕片内底叫有其中一出，其实嘛是过去。做真侪转型正义的迄个导演郑文堂导演，啊，了伊过去因为做遮侪转型正义的这个电影，为啥伊这次买好1314会是用科幻片的角度来去看？其实伊借着这按故事的时阵，在看到编剧的剧本内底用咧科幻题材讲婚姻嘛，最大的上大的挑战就是讲，内底蓝伟华。伊演的牙医，伊的囡仔甲因某拢伫咧英国念读册，所以因食饭的时阵，桌仔门顶无人嘛，是用投影的视讯，甲伊食饭。啊，伊讲伊大概拍这种，蓝伟华对一堆空气演戏，突然之间在视讯演戏的时候，就讲，这挑战就大了，嘿，真正就大。但是伊刚才讲婚姻甲科幻比较有连结，用婚姻内底。你刚刚要解决用这种远距离的沟通，其实佫没有那个人的温度，是，所以伊就感觉讲，应该爱伊那丈夫蓝伟华想讲爱某转来，转来了，因就还是夫妻问题就发生啦。哦是。尾后1314是伊反讽来讲，科幻好像可以解决永远的问题，但是婚姻是沟通的问题。是。所以大了就讲我趁钱，互你去外国咧读册，你即摆无爱转来啊？哦，我心内再有想，你敢有感受到过我的心情吗？我帮你买机票，你虽然买的，我买机票，互你伫外口，对过活。但是因某讲无啊，我带囡仔带去过活，嘛是我咧照顾啊，你有照顾吗？哦，所以我感觉两个人拢有伊的观点拢是对的，但是伊无沟通啦。哦，距离远了无沟通，问题就存在啊。哦，伊个用买好1314其实伫华语来讲是一生一世的意思。对。伊既然是讲即个婚姻阶段内底一个问题。对。哦，郑文堂导演，其实伫我心内佫加一个位置啊，佫加一个位置，不止敢若写台湾转型正义的这个影片，伊其他佫有做科幻片这个角度。对。好了，其实我知影高雄电影馆，其实拢会帮助这个。其实拢有一个计划啦，就是高雄拍底片的计划，拍底片的计划。啊了，像高雄电影馆，伊最近应该嘛不是最近，这高雄拍底片的计划差不多是偌久啊？实行偌久啊？用要10年哦。差不多要10年啊。像咧，王柏雄导演的《洛基的视线》啊，《洛基的视线》东冲嘛有帮助到。是懂的2016年。2016年。对，你那拢哪回啊嘛？对。当初其实我就是讲，台湾拢去帮助长片嘛，是第一片就是少年导演、新导演第一类片拢是用第一片，所以我讲，阮会使高雄做甲别人无共款的代志，所以互这少年人有个钱会使拍伊第一部片，是第一片其实伊会使容纳足侪题材，会使拍科幻片哦，嘛会使拍恐怖片，嘛会使记录前卫的电影拢会使。主题都快啦，主题都快，看你边自由发挥啊。对，所以我就想，来开始这10几年来培养掉出黄信尧的大火。哦，大火第一片就是对短片出来，赞。对，这就厉害。许汉强、返校伊的第一片，返校，嘛是对短片开始起家。对，到后边有长片嘛，长片出来。对，了解。伟豪啊，甲陈伟豪，甲迄个冰毒迄个导演，因拢有来赵德胤，对，赵德胤，哇塞，哇，真侪，其实高雄电影馆嘛帮助到真侪迄个导演，对，应该是帮因起一个头啦哦，对，先帮因得到这经验了，较来发光，较来发光。啊，其实像高雄拍底片这个计划，伊敢有透过过政府去帮助咧，还是其实政府应该有家己的其他的路线。我应该是对审查啦、评审啦，第一阶段就是交企划书，是，伊来导3届，导3届掉，人家都落榜2次，落榜2次，我其实的评审机制了，阮的辅导因就是讲，阮有
选了后，拍片了后，我会审片。审片就请足侪厉害的前辈来看这片，有啥物剪辑问题爱解决的问题，声音啊，还是剪接、剧情节奏啥货，我会开足侪会议来甲因讨论。了解了解。啊，像即道的即个高雄电影节内底嘛，有即个高雄拍底片计划内底的影片，对无？对，因为伫网络顶面有可能较歹找到。对，我想讲伫遮，希望观众会当推荐其他，就是伫内底有啥物，迄个底片是会当互观众可以看的。我感觉今年足侪厉害的动画片啦，是。就一支叫做《往神之夜》。往神就是魔神啊。魔神啊。嘿，这导演影嘛是叫魔神啊。对，魔神啊。然后伊刚好得到最近的金马奖的最佳动画短片入围。是。伊拍的时阵，这导演去美容，伊打个庙啊，遐个蚕啊，素描了转成动画，做魔神啊的背景。就是足趣味，就是讲内底囡仔啊，是去用魔神啊吸到森林内底，这魔神啊是石虎、九后，甲4种台湾绝种的动物变。伊为什么救伊呢？是因为因兜的神猪无去啊。这魔神啊，帮伊去找一条神猪转来。原来是安尼啊！对。我记伊有迄个金马奖的加持啊，应该是加持，所以希望大家观众朋友会当去看。还有其他的底片计划，亲像真正的卖除非动画片以外，动画片个剧情片内底，我嘛有一个叫《塑胶情人》。塑胶就是讲伊充气娃娃啦。拄则咪写嘛有看。对，我感觉这导演嘛足厉害，伊搭一个查甫囡仔，伊找无爱的人，但是伊所爱的人是一个充气娃娃，叫做娜塔莎。他竟然有名。对哦，结果伊这种甲充气娃娃的恋爱，互伊妈知影了后，伊讲袂使，你去爱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查某，为什么要爱一个充气娃娃？我实在无了解。结果伊无了解的过程了后，迄查某囡仔自杀。自杀了后，因妈为办一场婚礼，所以走去充气娃娃的旅馆内底去偷，娜塔莎偷出来，要甲因的囡仔结婚，帮伊办一个最后一场的婚礼。就荒谬，搁甲喜剧片的感觉。是。因为我讲我有一个我家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做好现就是伫高雄咧做创作，甲伫外县市咧做创作有啥物无共？亲像迄个观众是当年以外拢伫高雄咧拍拼嘛对，啊了像你嘛看过足侪，就是伫高雄在地遮翕的电影，甚至底片，啊了亲像迄个黄导演，伊其实嘛是久长来拢伫高雄咧创作，啊想要了解讲，伫高雄甚至下港啊，伫下港，这创作甲伫外县市咧创作有啥物无共？我是感觉讲，伫高雄创作足侪南部独有的题材啦。像阮大家讲的魔神啊嘛，搁像大家迄塑胶情人，伊是伫咧高流遐翕的。高流的港湾就是甲台北无共款。另外就是讲，演员的选择，伊嘛是讲甲高雄的气味、南部的气味较合，像蓝伟华其实上早了后，嘛是拍足侪高雄的底片。像庄凯勋，伊嘛是伫高雄拍足侪片。所以我感觉讲，伊这故事发生伫台北，还是伫北部，感觉讲较都会性的片。了解。但是你伫高雄另外一个所在，就是讲，遮的人嘛是较开放，就是讲台北拍片，你伫路上啊去厝里头去互赶嘛。是。但是你来高雄，大家足热情的啊。我看到这个这片，讲恁高雄人足赞的。阮拍片拢袂互赶。搁会来到时阵，搁会摕饮料互你啉。对，足热情的。足热情的。其实这我伫台南遮创作区嘛有共款的联动的关系啊。对。了是这个阶段，其实阮是了解到，像老毛到10号，搁有尾号13艺术，搁有伫高雄创作到底有偌济这个心态甲心情的无共啦吼。了阮共款伫这个时阵要甲时间交互阮的艺文汉师批。了看卖今年伫。最近伫台南甚至伫南部，遮有啥物偌济精彩的热门消息？咱赶快把时间交阿辉。有的人
爱看电影，有的人是爱听音乐。前回伫遮要报大家一个音乐性的活动。这礼拜10月12到10月16，伫咧恒春的北门广场有一场半岛音乐节。因是利用恒春传统的歌谣做底，佮加入新的音乐元素。 结合学校和在地音乐人，做伙伫咧古城的文化遗迹下骹听音乐。但是对音乐戏剧有兴趣的观众朋友，阁会当来台南。台南艺术节对10月7一直到11月12，邀请国内音乐、舞蹈、戏剧等等的表演艺术团体，要伫咧台南每一个充满人文历史的场所表演，亲像三峡的花园水道博物馆。 台南的沙道宫庙埕，还阁有台港文化中心等等。若是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会当上台南艺术节面册来了解活动的时间。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咧讲高雄电影节，所以咱的脚步搁爱行转来高雄。高雄市电影馆为着要庆祝20周年，今年先改做公立博物馆。对即马一直到明年有一个高雄市电影馆20周年的纪念展，展示老相片，也阁有电影院的文物，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高雄市电影院100年的风华。 哦，今日真是介绍足侪电影，哇！我听到两位安尼，迄个观众甲导演来分享哦，我真正迫不及待想要去高雄电影节，进去内底去参观者。啊了，伫最后，我想要来问下阮的观众哦，就是伫即个高雄电影节内底，总共有200几底片哦，几底影片，你上推荐的一个影片，就是你超想要看，啊，伫即个影片内底有互你吸引你去想要去看的一个电影。应该讲，我上要拍甲我关系上好就是婚姻啦。我结婚了后的感受，所以我对美好一三一四，尤其是蓝伟华内底的演技，我感觉讲我的心声，就是讲婚姻是一个叫爱经营的物件嘛。哦，是一定。相处其实是做一沟通上的障碍啊。互相是上重要。啊，尤其我对蓝伟华，伊对《熟女养成记》了，演技实在很惊人啊。哦，真的。啊，我其实。全职人员我看到都哦，干嘛搞掉？伊也在变化较济。哦对啊。一个科幻片嘛在演。对。前期也在演。哎，奇迹的女儿嘛演到最后。对哦，奇迹的女儿嘛演到最后。所以刚刚你也是被观众朋友看这就实力派的演员演的怎样？嘿。对，我感觉蓝伟华已经有可能人讲华语那个流量密码。哦。刚开始已经是流量密码，应该是阮家就是创造者的流量密码，因为伊的演技真是足厉害。 对，感谢安尼，感谢安尼讲。啊，像导演呢，导演你敢有想要推荐，就是这互你想要去看的，对，出戏伫迄个高雄电影节。但是一部片的机会话，我会推荐迄个无法度离开的人啦，因为我讲，我是刚刚讲吼，做电影吼，怎么把那个沉浸感把它带给观众，我觉得是每一个导演跟每一个技术人员的课题啦。所以讲今嘛有一个威尼斯影展的一个一个倍数嘛，我也很好奇，也很期待想要去看，而且我听迄个观众讲伊逐日拢有会当看，应该是免抢票所以我会推荐给大家。哦，是逐日拢有吗？对对啊，看会哭哦。所以你连戴头衔来这考的无使用卫生纸擦。内底有，啊，你有迄个物件安尼关的，你嘛无法度离开。无法度离开，哦，真正是无法度离开的人，真正是无法度离开的人。像我今日我听到两位非常分量的特别来宾来遮介绍，其实我有3出我足想要看，就6月9、10号，虽然想要看，但是看袂到嘛。应该是看袂到嘛。伊后等上伊应该是院线的迄个电影院内底。好，啊了第2出就是迄个的那军职人员、全职人员。因为我嘛做介黄灯辉，因为其实我伫迄个奇迹的女儿内底，因为黄灯辉甲蓝慧华拢有。
哦，因两个啊一来一往啊咧，真正是足厉害。因伫刚刚区内底遐训练遐个女工啊，对，我真正是足期待因两个佮合作会做一个演出。啊，了第三个就是阿波罗男孩，因为吴建和的关系啦，因为我甲吴建和应该嘛是所谓流量密码，所以我甲吴建和伫这阿波罗内底，我甲伊去扮演迄个有小可有障碍的这一个人员去演，应该是真正足厉害。对。啊，像就阮推荐遮侪电影，其实今年高雄电影节应该是过去的高雄电影节应该拢有电影名称，拢会来到当地嘛。对，除了除非就是亲像以上遮的电影内底的演员以外，佮有啥物其他的较特别的角色来到阮有弄个讲座，啊，请最近在玩的《新超人力霸王》的导演樋口真嗣来做讲座。一开始公开了后，200-300个人想要来听伊演讲，你知无？特色片内底的大师。是。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找加拿大的一个导演叫菲利普·巴克，其实是《《星舰迷航记》这就厉害科幻片的美术指导。啊，伊对好莱坞是足大的大咖。是。啊，是疫情了后第一届有远至加拿大远的所在来，就是国外的朋友来到当地，国外这专业人员来到当地，对，真正最厉害。尤其即马入来已经零加7啊，已经唔免隔离啊嘛，应该免隔离，对高雄电影节应该是足大的帮助啦。对。啊，除非还佫有啥物其他像讲座，会当去宣传一下安尼。阮佫有大师讲座，像咧法斯宾达，伊是德国最厉害的大师导演，有一个大师讲座，另外佫有，其实阮外口嘛足侪活动的，像咧16号有一个滑板的市集，有请滑板的高手表演。我有看这专刊内底，伊其实嘛有滑板的店。对，嘛有滑板店。内底嘛有滑板，伊滑板就是较街仔头文化的物件。对。哦，这道嘛有邀请到这滑板好手来到当地。爱河边啊，电影馆边啊。算表演，暗时佫有放滑板电影。哦，佫滑板。音乐 DJ。算是野台吗？算野台。哇，袂歹呢。所以你会使市集食物件啊，会使看户外电影、看比赛，户外电影，还佫有比赛，因为高雄拍第一片的比赛嘛。对，看滑板比赛。滑板比赛，上澎湃啊！我这活动真做澎湃。拢免钱，哇，逐档拢会办。16号，10月15、10月16。15因为这道其实高雄电影节总共有17天嘛。对。啊了，其实我知影高雄电影节已经伫高雄21档啊嘛，因为伫2001年的时就开始啊。对。刚是安尼。2001到这边是第22届嘛。其实对大家来讲，电影节变成每年10月份上大的代志。了解。好，安尼我最后我想要邀请迄个导演，因为邀请阮的观众，因为最后其实高雄电影节有想要送阮的观众朋友30张票。对。啊了，因为30张票要送出，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阮的迄个观众，你想要推荐倒一出戏，会当作为阮的答案？我推荐买好1314。买好1314感谢。好，观众朋友应该有听到了，买好1314就是阮这道送票的答案哦。希望观众朋友若想要得到高雄市电影节迄个电影票的话，记得爱去文化小办花的面册的粉丝专业老信息和小帮手，伊都有机会会当得到电影票哦。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文化小办花，谢谢。